都。6月壬子，上信营台，日使副导总丞，俄使倭梁嘎里，美使漏匪敌，因使威妥马，法使热弗里，和使废果孙进见于子光。革成帝国书。庚申，延去金顺出关。丁卯，甘军复巡化，匪牧马玉莲等伏诛。闰6月甲申，李鸿章复城隍，运两河淮，徐故道南复，请人海运。其旧河的着粮深刻。一行。丙戌，朱凤标卒。颠军客腾越与岑玉英一等轻车都尉，赏刘越昭黄马褂，杨玉科一等轻车都尉。以云南军兴时有8年，郡县多为贼蹂躏，诏免。11年以前积欠粮赋，并永远停征济军离谷。欲刘越昭慎选募，令察吏安民。甲午，京畿9狱，上其情。丙申，照察各省募。捐黎捐及丁曹为质者，次第豁除。庚子，甘军剿白彦虎等余。敦煌，失利，副将李天和等死之。永定河绝。免阿尔泰乌梁海。七旗共雕。秋7月辛亥，贵军剿西陵，西陇匪，平之。甲子，郑顺天灾。是月，免山东青城被水新旧而复。8月丁丑朔，都兴阿起病，未留之。辛巳，直隶运河堤决。荣全复以病其免，不许。复何有罪耻职。戊子，白彦虎等献马。连锦银宝。召刘越昭入境，以岑玉英兼属云贵总督。人称白彦虎等为哈密、范巴里坤，官军失利，以为豫景连督军复原。PG 630。调西伦为乌鲁木齐领队大臣，以明春为哈密帮办大臣。是月，正直隶各属，永顺府属济公安水灾。9月丙寅，命军机大臣会刑部审拟臣录罪。癸酉，永定河。合龙。冬10月丙子朔，御史沈怀书请缓修圆明园。欲令内务府警。至安右宫为铸币殿宇，于免兴修。己亥，官军克肃州，匪逆马。文禄伏诛。上议两宫皇太后贺节。庚子，论功，命左宗棠以闪。甘总督协办大学士，嘉义等轻车都尉，赴京顺直，赏还黄马褂。与徐占标、穆图善云其位。11月己未，越南王书请会剿河阳、兴化、山西、宣光边的诸匪。欲留长右、冯子才议奏。辛酉，法越构信，法兵破。河内省城，越匪扰北宁。越人求援。豫瑞林赤军由青州出关，会贵军援剿之。甲子，御史吴可独请江城路民政典刑。己巳，岑玉英奏整顿吏治营武，并请撤永廷捐，自云南使。赵嘉之。庚午，书训运河。壬申，陈录论斩。吴可独作次听朝政降调。12月甲申，回匪窜扰乌梁海等部，西伦军追剿，败之。戊子，以摩堪顺天举人徐景春试卷荒谬，考官尚书全庆都谕。
使胡家玉等将处有差。辛卯，命俄勒河部赴乌里雅苏台查办事。简。丙申，赏顾提督刘松山一等轻车都尉。命张耀、金顺分军西进。壬寅，以慈禧皇太后4旬庆典，推恩敬之王公及中外大臣，赖续有差。是岁，朝鲜入贡。13年甲戌春正月乙巳朔，停延宴。甲寅，湘军剿古州苗匪，平之。丙辰，命编修张英龄，检讨王庆其职洪德殿。辛酉，以刘坤仪、胡家玉护参，将坤仪3品顶戴，齿直留任，嘉玉京卷5级调用。癸亥，欲驻东明长堤。己巳，官军援沙山子即回。匪，慎之，赏服诸里黄马褂。PG 631。2月己卯，回匪扰巴里坤进、明春等会剿之。丙申，以法取越南的越匪扰山西，赴滇江，欲曾御英部署边防。进京师。司注。丁酉，上奉2公叶西陵。3月甲辰，亥宫。乙巳，正奉天灾民。丙午，命宝云协办大学士。己酉，修海宁食堂。辛酉，论肃清贵州公，赴陶茂陵。提督，赏提督何世华等世职。辛未，日本兵舰泊厦门，御审保真统兵轮网，相机筹办。命李鸿章与秘鲁公使会议华工事宜。夏4月甲戌，诏拨倘10万抚恤乌里雅苏台灾扰部落。丁丑，上信营台。丹茂迁因病起修，允之。进谏俄使部策等于紫光阁。辛巳，上信圆明园还宫。癸未，马纳斯回匪范奎屯等处，官军进剿失利，仅联兵援之。丙戌，日本兵船抵台湾登岸，与生番。巡幸，命沈葆桢办海防，监理各国事务大臣，江、广沿海各口轮船，以时调遣。辛卯，长顺元氏齿直，命俄勒河部为乌里雅苏台将军，庆春为察哈尔都统，托伦部为科布多参赞大臣。丁酉，赐陆润祥等337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。辛丑，景廉在起病，不许。5月壬寅朔，法越河议定，欲边疆安及内迁难民。壬子，上信圆明园还宫。日本攻台湾藩社。丁巳，以慈禧太后圣节。与在京期官60以上者恩赏，停本年秋审，朝审人犯拒绝。己未，会兴建。乙丑，诏正奉天灾民。丙辰，允沈葆桢请建台湾海口炮台，抚藩社，撤疲兵。戊辰，日本师船游弋福建各海口。日使柳原前光与总署王大臣商台湾兵事。6月乙亥，御赐总兵孙开华接办厦门防务。己卯，赵阳岳兵，岑国权、严敬明、赵德哲、丁日昌、鲍超、蒋义礼、郭松、涛来京。壬午，乌所寨将众复叛，滇军剿平之。癸未，允李弘、张请
以徐州唐定魁军渡海赴台，已有欲户部纂节不及之需，欲筹海防经费，欲沈葆桢部署南北路防守。丁酉，命翁同和人。PG 632，执洪德殿。秋7月丁未，李贺年请闵沈陆路选立练军，一行。庚戌，马纳斯回匪犯西湖，官军即退之。壬子，命左宗棠为大学士。任留陕甘总督任，景廉为钦差大臣，督办新疆军务，经顺邦办军务。庚申，进见比史谢恩师等于紫光阁。甲子，内务府大臣。贵宝以任郎中时，于知府李光昭报效牧职，期往奏陈，言一尺。直。乙丑，马贼献印古塔，炫付之。允福建军饷借用洋款200万，由海关税分年抵还。己巳，停修圆明园工程。庚午，预则。恭亲王赵对师仪，夺亲王世袭，降郡王，仍为军机大臣，并革。载邓贝勒郡王衔。白彦虎等犯忌穆萨，官军即败之。8月辛未朔，亦指复恭亲王世袭及载邓爵衔，训免之。欲修葺三海工程，力求纂节。丙戌，河南黄。戊子，李光昭论斩。庚寅，谕各省整顿补务。乙未，命左宗棠督办西征粮台转运事。乙，以内阁学士袁宝恒为邦办。召各省着才离局，敬重因素。丁酉，上幸南苑。戊戌，越狱前王大臣，甘清门市未设。己亥，上行为。9月庚子朔，上幸亮英台，撒为。辛丑，上幸亮英台，月。神机迎宾。壬寅，越王大臣，侍卫等设。丁未，瑞林卒，以因。汉为两广总督。庚戌，日本续遣大久保利通来，与总署王大臣论台湾藩设兵事。丙辰，命古塔匪首王文栓伏诛。辛酉，王大臣与日使陈毅退兵回国，给日本难民恤金及台湾军费共50万。乙丑，甲真卒。丙寅，谕李鸿章等于总署调奏海防、练兵、检器、造船、筹饷、用人、持酒诸事，详议以闻。10月辛未，以慈禧皇太后4旬万寿，复留名传提督。己卯，上庆贺礼成，赏废原职衔，免王公，文武官处分，于进叙有差。庚辰，叙广东巨灾。癸巳，命广寿、夏同善赴陕西察事。己亥，上不遇，命李鸿藻代阅章奏。PG 633。11月甲辰，命恭亲王代善批达亲文折谏。丁未，正戌，海水灾。己酉，命内外奏读臣2公批览。以宝云为大学士。壬子，日本退兵。癸丑，冬至，4天还秋，遣纯亲王代颁布堂150万铸石庄户低工。甲寅，上以2公调户康吉，崇尚徽号。诏刑部及各省罪犯分别减等。庚申，一行河南练军。甲子，以
时庄户堤南就，允丁宝真请于贾庄一带建坝筑堤。12月辛未，诏捐免云南被扰荒地钱粮10年。甲戌，理宗西并免，以刘坤一属两江总督。上级大建，崩于养心殿，年10。9. 慈安皇太后、慈禧皇太后诏敦亲王奕胜、恭亲王奕纯、亲王奕义、福郡王奕惠、惠郡王奕祥、贝勒载质、载邓、公义模、御前大臣伯彦讷模户、奕匡、景寿、军机大臣宝云、沈贵分、李鸿藻、内务府大臣殷贵、崇伦、奎林、荣禄、明善、贵宝、文熙、直弘德殿徐同、翁同和、王庆祺、南书房黄玉、潘祖印、孙仪经、徐府、张家乡入奉一旨，以纯亲王之子陈继文宗为4皇帝。光绪元年2月戊子，皇后阿鲁特氏崩。3月己亥，上尊谥。曰祭天开运寿中居正保大定公圣至臣孝信敏公宽义皇帝，庙号穆宗。5年3月庚午，葬惠陵。论曰：穆宗冲灵即坐，母后垂帘。国运中兴，10年之间，盗贼化平，中外易安。非夫公府一体，将相协和，何以争资？博帝轻才大政，不自暇议。欲变修审，至勤也。文哉捐恤，至人也。不言福瑞，至民也。即使其志忠寿，日新而光大之，庸惧不与前古辟龙，故乃掩弃臣民，未尽所失，习哉。PG 634卷第23本纪第23德宗本纪1德宗同天重运大中至正经文伪武人孝睿至端简宽勤景皇帝。惠在田，文宗4子，穆宗从弟也。本生父纯贤亲王奕义，宣宗第7子。本生母叶赫那拉氏，孝亲皇后女弟。同治10年6月，诞于太平湖底地。13年，时辅国供奉。12月癸酉，穆宗崩，无嗣。慈安皇太后、慈禧皇太后诏敦亲王奕胜、恭亲王奕纯亲王奕义、福郡王奕惠、惠郡王奕祥、贝勒载邓、郑国公奕模、祭御前大臣、军机大臣、内务府大臣、弘德殿、南书房诸臣等定义传懿旨，以上继文宗为子，入承大统，为4皇帝。4皇帝有子，即承继大行皇帝。乙亥，王大臣等以遗诏迎上于前邸，谒大行皇帝己言。丙子，上奉慈安皇太后居中粹宫，慈禧皇太后居长春宫。从王大臣请，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。皇太后训斥称懿旨，皇帝称谕旨。诏停3海工程。乙卯，停各省供方物。壬午，颁大行皇帝遗诏。懿旨，纯亲王奕义以亲王世袭罔替。翰林院侍讲王庆祺有罪，耻职。定服制，稿诉100日，人素服27月。伯彦讷模户，景受具管理神机营。癸未，诏敦亲王、恭亲王、福郡王谕旨章奏。戊戌明，
诏对燕赖免叩拜。甲辰，诏以明年为光绪元年。丁亥，上大行皇帝尊谥曰祭天开运寿中居正保大定公圣制。PG 635。臣孝信敏公宽义皇帝，庙号曰穆宗。戊子，亦指封皇后为嘉顺。皇后皇贵妃为敦仪皇贵妃。御中外丞公，于用人行政，具实。之臣。敕臣民去奢崇实。敕各督府求民疾苦，慎选目令，考核。属吏，并修明武备。壬辰，颁遗诏于朝鲜。甲午，进内务府官。节纳太监。乙未，内务府大臣贵宝，闻悉耻职。丙申，御左宗。唐都剿河州叛回。丁酉，辖祭太庙。是月。